今日嘅福音係講麥子不死空自流，麥子死了白配收。呢句聖經嘅說話正正就係體驗到今日我哋慶祝聖老靈座執事嘅呢個瞻禮。傳說就係當聖老靈座佢去見到教宗被政府總督判咗佢死刑之後，佢要跟隨一齊去死亡。但係教宗話俾佢知，而家仲未時候，不過幾日之後你就會跟隨我一齊去。然後總督以為教會有好多錢財，就叫老靈座將教會嘅錢財全部獻出嚟，免佢一死。老靈座要求教宗俾佢時間，總督俾咗佢3日，然後3日之內將所有教會嘅錢財奉獻俾佢。3日之後，老靈座帶住一大批人去到總督府，有聾嘅，有盲嘅，有跛嘅，有患病嘅，咁獻俾總督，就話俾總督知，呢啲就係教會嘅財寶，氣得總督非常之緊要。然後命人用鐵假做咗一個籠去燒聖老靈座，好似燒烤一樣。聖老靈座唔單止冇感覺到苦痛，反而因而接受，最後終於為主接命。佢嘅死亡使到異教慢慢衰落，然後教會逐漸咁真正咁為耶穌基督做出最好嘅見證。就求聖老靈座幫助教會繼續教會呢個光明嘅事業。